你曾否想過，人類點解只有兩隻眼？呢個看似簡單嘅問題，背後隱藏住數百萬年嘅演化智慧。想象一下，草原上嘅獵豹同羚羊，佢哋嘅眼睛位置就反映咗截然不同嘅生存策略。獵豹眼睛生喺前面，為咗精準追蹤獵物，擁有極佳嘅深度感知能力。但係視野相對狹窄，而羚羊呢，眼睛生喺兩邊，視野超廣闊，方便及早發現潛在威脅。雖然犧牲咗部分深度感知，但保證咗生存機會。咁人類呢？我哋嘅雙眼正正就係呢種權衡嘅完美結果。作為靈長類動物，我哋需要精準判斷距離嚟捕食跳躍同操作工具。雙眼視覺提供咗無與倫比嘅立體感同空間感。呢個演化選擇唔單止塑造咗我哋嘅視覺世界，更定義咗我哋點樣感知環境，點樣生存。下次你望向世界嘅時候，不妨思考下，呢對演化出嚟嘅眼睛，究竟有幾咁奇妙同重要？呢個就係大自然賦予我哋最寶貴嘅天賦之一。